金貓蝦仁龍鬚製作，歡迎嚟到微波爐視頻。蝦仁、龍鬚菜、雞蛋、麵粉、玉米澱粉、食用油、鹽、胡椒粉、蒜末、醬油、料酒、香葱。將蝦仁用料酒、鹽同埋胡椒粉醃45分鐘待用。將一個雞蛋打入碗中，攪拌均勻。龍鬚菜用清水洗淨後，放入開水中焯水，至軟身後撈出，瀝乾水分。將蝦仁放入麵粉中，均勻裹上一層麵粉，再用雞蛋液浸一下，最後裹上玉米澱粉，以確保蝦仁外層更加酥脆。熱鍋倒入足夠嘅食用油，油溫升至170-180度，將裹好粉嘅蝦仁逐個放入鍋中炸至金黃色，撈出瀝油。熱鍋中留少許底油，加入蒜末爆香，將龍鬚菜放入鍋中翻炒，接着加入醬油調味，再加入適量鹽同埋胡椒粉，炒均後出鍋。將炸好嘅蝦仁同埋炒好嘅龍鬚菜混合，輕輕炒翻均勻，讓味道充分融合。可以切上一些香葱末作為點綴，請點讚關注。